謝霆鋒演唱會向王菲示愛，玉蝴蝶底下嘅情感風暴同埋家庭裂痕，玉蝴蝶又再響起一場蓄謀已久嘅公開示愛。2025年4月24號，香港啟德體育場嘅燈光照亮咗謝霆鋒輪廓分明嘅下頷線。當玉蝴蝶前奏響起嗰陣，全場4萬名觀眾都屏住咗呼吸。呢唔單止係謝霆鋒隔咗20年復出演唱會嘅高光時刻，仲係一場精心策劃嘅情感宣言。舞台穹頂嘅全息投影將一隻巨型玉色蝴蝶投射喺夜空，同 VIP 包廂入面王菲跟住節奏晃動嘅身影形成好微妙嘅呼應。呢場俾媒體叫做進化嘅演唱會，暗藏咗好多風飛戀嘅隱喻。謝霆鋒特登揀用價值2000萬嘅定制吉他，琴頸角度雕刻嘅天使面容同王菲嘅眉眼一模一樣。當唱到你是我生命力嘅玉蝴蝶嗰陣，佢突然轉向觀眾席，眼入面泛起嘅淚光令到包廂入面嘅王菲除低口罩，跟住旋律輕聲哼唱。英皇集團高層透露，呢場演唱會嘅曲目編排用咗3年時間，淨係玉蝴蝶嘅舞台設計就花咗1000萬蚊，只係為咗還原2000年佢哋兩個初遇嗰陣嘅花店場景。父子同腔，兩個少年嘅沉默控訴，就係王菲沉醉喺愛情回憶嗰陣，體育場外面嘅停車場卻上演住另一幕戲。17歲嘅 Lucas 同15歲嘅 Quintus 俾人拍到同埋佢哋嘅媽媽張柏芝分道揚鑣。兩個少年着住同款黑色衛衣，胸前繡住嘅 Family 字樣喺夜風入面飄動。佢哋選擇喺王菲離場之後先出現，同佢哋嘅爸爸謝霆鋒擁抱嗰陣，Lucas 突然對住鏡頭喊爸爸，有啲人唔使講得咁明白。呢個瞬間俾狗仔拍低之後，好快就上咗熱搜。網友發現兩個少年一直都避開媒體嘅鏡頭。Quintus 喺後台採訪入面紅住眼眶淚，我哋只係嚟睇演唱會，唔想成為邊個嘅話題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兩兄弟曾經私底下向爸爸表達擔憂，媽媽睇到新聞會好難過。但係謝霆鋒只係輕描淡寫咁講，你哋嘅任務係享受舞台，其他嘢交俾我。張柏芝嘅隱忍，蝴蝶標本底下嘅心碎。當王菲喺包廂跟住節奏跳舞嗰陣，300公里之外嘅澳門威尼斯人酒店，張柏芝正係為某個品牌拍攝蝴蝶主題嘅大片，造型師特登係佢耳仔後面夾咗7支水晶蝴蝶。呢個俾人解讀為玉蝴蝶嘅挑釁行為，其實係源自造型總監嘅失誤。原本嘅設計係蜻蜓，但係助理唔小心搬錯咗道具箱。當晚嘅直播鏡頭入面，張柏芝喺後台睇到孖仔們同謝霆鋒擁抱嗰陣，手指突然好似痙攣咁抓住扶手，眼眶強忍住淚水。經紀人透露，佢取消咗原本訂好嘅慶功宴，自己一個喺化妝間反反复复咁睇謝霆鋒演唱因為愛所以愛嘅片段。呢首歌正正就係佢同謝霆鋒婚禮上面嘅定情曲。豪門恩怨，謝家3代嘅情感博弈。呢場演唱會嘅硝煙唔單止彌漫喺舞台入面同外面，仲撕開咗謝家3代人嘅情感裂痕。狄波拉喺普通觀眾席瘋狂應援嗰陣，一直都避開王菲嘅視線。呢位星媽喺採訪入面意味深長咁話，每個媽媽都希望自己個仔幸福，但係幸福嘅標準就因人而異啦。而謝賢就缺席晒所有場次。呢位老戲骨喺社交平台轉發演唱會新聞嗰陣，特登將配文改為祝所有年輕人勇敢追夢，刪除咗原本頂好嘅支持霆鋒呢幾個字。最令人唏噓嘅就係謝霆鋒妹妹謝婷婷嘅反應，佢喺微博晒出同哥哥嘅童年合影嗰陣，評論區俾點解唔親自去現場嘅質疑淹沒咗。知情人士透露，謝婷婷因為唔滿哥哥拿家庭當話題，已經有3年冇同父母一齊過春節啦。輿論漩渦，流量狂歡底下嘅情感審判。微博實時熱搜榜上，謝霆鋒王菲呢個話題以22億嘅閱讀量壓倒咗張柏芝落淚嘅8.7億，但係評論區就呈現出兩極分化嘅狀態。90後網友集體回憶殺，呢係屬於我哋青春嘅浪漫，而00後就嘲諷中年油膩秀恩愛。仲更加引起爭議嘅就係黃牛將門票炒到17萬蚊嘅天價。有粉絲喺貼吧痛陳，我同霆鋒嘅距離就係一張俾王菲買走嘅 VIP 票。法律專家指出，謝霆鋒喺公開場合頻繁提及王菲，有可能構成對張柏芝名譽權嘅侵害。但係鑒於佢哋兩個已經協議離婚，取證嘅難度好大。心理醫生就分析，
兩個孖仔嘅出現其實係謝霆鋒嘅情感策略，用血緣紐帶消解公眾對張柏芝嘅同情。如波美萍暗愛情成為資本遊戲，演唱會落幕第二日，某間金融公司推出風飛戀紀念版理財產品，主打愛情保鮮嘅概念。某間婚紗影樓就推出玉蝴蝶主題套餐，預約量暴漲300%，而張柏芝團隊緊急註冊玉蝴蝶商標，俾網友質疑生熱度。佢嘅經紀人回應了，呢係對孖仔們嘅保護性註冊。呢場情感風暴最終以王菲工作室刪除晒所有演唱會相關嘅動態收場，而謝霆鋒喺採訪入面留下意味深長嘅結語：玉蝴蝶嘅花語係永恆，但係愛情需要勇氣去保鮮。當鎂光燈熄滅嗰陣，我哋見到嘅唔單止係娛樂圈嘅浮華戲碼，仲係一個時代關於愛同痛嘅集體回憶，啲俾流量挾持嘅真心，終究都唔難逃成為商品嘅命運。